花莲凤林人口有11003人，行人徛喺第635，又有日本移民村、养老群，也得精彩丰富嘅文化资产，还有松树之镇、高中故乡安尼嘅好名声。2年前，凤林镇拿到嘅国际慢上认证，係台灣第一張慢上，未帶起嘅台灣嘅慢上風潮。拿到嘅慢上認證對鳳林有按多乜嘅影響呢？又帶來樣嘅改變呢？向下嚟鳳林看下先。把车子靠在边边排好。他这个宜家第一代的阿公啊，他的爷爷是跟日本人做长工的，他就把10幾甲的土地送給阿公。退休高中帶定外種人來企腳考察，天天嚟從鳳林也種小鎮，來到養老頭前詳細講歷史。一隻嘅爺爺條養老做得講係全台灣最多最窄，韓國保留到幾完整呢？日本戰敗後轉去去日本去甲台，搬過去。了採地嘅客家先民就抽梯接受了日本人的產業，開始種出了嘢呢。咩供養？當時台灣要設的公賣局，那些專賣制度，補貼嚴重種的，還有皮料。等等設備，還有嚴格的補助，專門有。不過我記得我有執照，執照我經過公賣局審核通過，你要做的種鹽呢，你要做的配鹽呢。所以我們有心的話，我們需要那個三角形弄一點出來，在中間固定，然後做夾子。把數件車運陽光防堵項、太熱設置、提棚護項、塔管嚟落氣等等，就會讓出發射吞入空中嘅部位。很好奇，說他這裡到底是在玩什麼？就純粹好奇的心而已。鳳林嘅野條屬破邦美，本但係上海屯南洋嘅樹葉傳下去，冇想到搞出咁多色彩絢爛嘅天然車運陽。細細爺嘅工坊，還想到去老料嘅人客蹲腳下來體驗。打破傳統當樸素嘅藍色、烏色，用植物嘅多種色彩來豐富我哋客家人嘅生活。美學，突破我哋客家人傳統較樸素嘅感覺，用色彩落去美化起來。這手一定要往下壓，翹起來，翹。這手不要出力，輕輕的，來手撐起來，從高條黃樣嘅帶動聲音呢，又衝又跳，聲音呢唔但唱學校嘅擂茶，還了解也是本兒歷史很用嘅來嘅。傳統嘅調假樣黃春蓮，對豐富嘅客家17度巷，佢簡單嘅屯客家手機採體文化，佢有以自家嘅功夫。其實我們在這邊呢，我們的生活就是這樣，本來就是慢。然後本來就是很逍遙、很自在。那我覺得說，我會跟很多來這邊的客人啊，來講說，你們來到這邊，身心靈各方面都可以放下，就是來到這邊就很輕鬆，就像我們的生活一樣。我們沒有特意的說，我們是慢城要怎麼樣，就是生活在我們的生活當中，就是這麼簡單這樣子。人口數有11003人，行人徛喺635嘅花蓮鳳林小鎮，文化資產歸豐富，同時又有松樹鄉鎮、高中故鄉嘅好名聲。2014年5月拿到國際慢上嘅認證，係台灣頭一個慢上小鎮。也過後，台灣對慢上也開始有人認識。鳳林慢上並唔係冇觀光嘅行為，唔過一旦紛紛地來做，從事品質唔從事量，希望做得到長長久久。我們不是用很快速的方式吸引更多人潮，但是我們必須要吸引人潮進來沒有錯，但是我們必須要以怎麼樣，以質的量，以質來求更精進，這個才是最主要部分。量多不是好處，質的提升才是最重要的。這樣。本人入來看鳳林。享受鳳林嘅生活，披到鳳林客家文化嘅美事，係按樣寫人過來嘅。2年來，雖然講喺環境還冇準備好當道嘅遊客入來鳳林，
不过我要防止这个情形，大量的游客入来，我品质会大坏退。故说我都当到安尼采体的民间组织，他甲协力，竞争有合作，宣传安尼满山的神法的意义，本也着外地的游客去感受乜个很多满山、满色、满料、满法，当到满的神法的对满度去深度，也个最低度的意义在哪？像係采體用郵寄方式來耕種嘅耕種人，就提供田丘，揾遊客來體驗用嘅耕種。行業田丘等等采體人做采體人做為事。因為這個很黃很熟了，所以輕輕的放在地上，不要用丟的。等一下要腳踩脫穀機，所以我們放的時候盡量的放齊。都市行業嘅生意呢，因嘟嘟嘅落田丘，卡等無量，在忙嘅個貨位，個都醫生看流脈咯。體驗耕種人耕種有一件事呢，就是可以體驗以前農夫的辛苦，讓我們現在吃飯不會浪費。我覺得讓小孩子體驗還不錯，這樣子，對啊，所以就帶他們來玩。他們今天剛從台北下來，新鮮吧，沒割過吧，所以覺得很好玩。田丘巷還有老頭牌嘅福桶，為本民眾囤過下來嘅貨位打出國來。割稻就是把稻子，然後用鐮刀割下來，然後之後呢，然後再拿去那個有一個可以旋轉的東西，它會一直旋轉，然後稻米就掉下來。今天這一群來自都市的年輕朋友們，從來沒有耕作過，沒有割過稻。我相信這是一個很難忘的經驗。這個是一個老古董的農具，完全是用人力的。說真的，我很擔心他們被拖進去，真的很危險，而且他們站都站不穩。我想他們來這麼一趟那麼遠的地方來了這麼一趟，我相信應該會很值得他們去回味的。鳳林做得拿到國際萬賞嘅認證，出心出力嘅北林社區發展協會總幹事李美玲總玉批係國泰嘅公司。李美玲6年前屯校委會聽做鳳林鎮整體眼鏡規劃嘅時節，接觸到嘅萬賞嘅概念，因為做得拿來做鳳林嘅發展方向。協會嘅義工總玉批3年前拿到校委會做夢計劃嘅經費，直接去拜訪第2大嘅國際萬賞總鋪，去過歐洲6個萬賞都市。回到台灣過後，花費幾百年嘅時間搜資料、翻譯、寫相關嘅表格，當總算推議送去申請萬賞。2014年5月，鳳林得到國際萬賞認證。古爾等講，拿到認證過後2年來，鳳林也嘅數字並冇乜嘅改態、改顯明嘅改變，點都喺人團人當中有為改奇妙嘅轉變。最大的影響是那個證明的共同的榮譽感。那我覺得他們認為說，我們可以成為全台灣第一這件事情，他們不會再覺得說，我住在鳳林就是很鄉下啊，很怎麼樣，反而現在可以很驕傲告訴他，我住在鳳林，這個環境很好，怎麼樣這樣。對，我覺得那個感覺是很不一樣的。開始認為自己選擇生活在這裡是一件可以大聲跟人家分享的一個價值。這樣，鳳林做的最棒的是公民意識，就是包括對於慢城的認識，然後對自己家鄉的認同，我覺得這個是，還有對慢城的認同，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我對意大利事情橋哈，那邊呢看到嘅就係我哋花蓮嘅鳳林呢，我哋那邊嘅生活步調哈，其實是來自我哋客家人嘅硬頸精神。我們很注重我哋嘅家庭生活倫理，很像在意大利所謂的後浪漫時期慢慢發展出來一個返璞歸真一種新文藝復興的概念，也是以家庭生活為重。我哋客家人的精神跟意大利的精神竟然不謀而合。
论证讲，慢上一只慢的概念，其实早就替丰林镇人的日常生活导向。只不过得到慢上认证过后，丰林人喺北太公约嘅架构下，韩国善忙嘅去顾好本地的传统文化、环保意识、友善土地也到。像喺来到老年日照中心，就看得到一等整体合作环保嘅标灯。有一堂课是教那个用那个技术用各种嘅。有个各种嘅卫生纸用拿去泡水、泡面的，佢有个企业冰吼，然后流起来之后，冰那个发落去被凿以后是染那个白灯。也有教会不是来屯老人家上课，教一等用天然的植物来做清洁剂，韩国做到环保。今日上两堂课都有泛指清洁液啦。重点哦，现在讲嘛概念哦，环境跟人跟土地呢，要能够连结哈，这个是比较重点的哈。另外，李美玲又发现到家乡嘅有機農民過去嘅後生嘅，無處係新移民，看起來又見來見到。張麗鳳正提嘅柴麵粉準備愛做餅乾，做麵包係以曬到豐林能學校嘅。因為許多嘅物嘅都唔理片，行都係自家落身來做。不過地都嘅用照乾係連沙送嘅，做酵母嘅香水檸檬係冷熱敷連沙本嘅。而家乾頭擺路提豐林鎮買天，嗰數幾騰登記老公對台北曬到也嘅種下來。那為什麼會做麵包的原因，是因為我不會種菜，我也不會種水果。那我公公留了一台30年的這個攪拌機給我。然後讓我看YouTube， 然後就開始學做麵包，對，然後就可以跟這邊的阿婆一起分享這樣子，然後他們給我很大的鼓勵，所以我的麵包呢，很多都是交換，他們有許多的農產品過來。雖然無從都市案例片，不過他家嘅想象都不會過去，從啲諷刺到睇種下，用東西來搞東西嘅方式改好。那曼城，很多人跟我講曼城是什麼意思？我跟他說，哦，曼城就是這邊很少有 shopping mall 啊，這樣子，所以你要 shopping 的話，你可能要到比較遠的地方，對。可是它帶來給你的價值就是，這鄰居之間的，因為種種的不方便，所以呢，大家的分享就會變得很重要。前面同本地村外種大餅，俾到愛照顧野外，回到故鄉來耕種，以用有機方式來耕田。就連個下來嘅果，咪係用最傳統嘅水果，而韓屯烹飪個冇相同。我買嘢米，我先到嘢田橋看看，而唔希望屯消費者搶係藝術搞錢、藝術搞貨嘅關係。坦白說，有機耕種這過程當中的確是很辛苦，有很多的慣行農法所不會遭遇到的面臨的問題，譬如說收割之後，我們的穀子裡面就一定會有很多的雜質，這些雜質就是草這些問題。那我希望說我的消費者支持我的這一些朋友們來我的田裡陪着我，讓就是說讓這一些朋友知道說我是怎麼走過來的，怎麼去友善去養護這一塊土地。我剛說過豐林鎮卡頭期最先拿到國際慢上嘅認證，喺台灣各鄉鎮去觀摩去學嘅對象。我到年度提問拿到慢上認證2年呢，豐林鎮有乜嘅改變咯？豐林人大概會客氣嘅，唔會有改3批嘅講，佢就係本地人係強用啊。因為一旦嘅生活都好，乜嘅就紛紛嘅來嘅想法，如像蘇建強嘅做出走起嚟，已經就係慢上精神嘅實踐者。